回兵万岁！有人叫跳洞河斗照。哦，王副将，你去台湾的境内，甲我问看有一位拍敌的师傅，甲我找起来。是。老丈，你伫遮伫咧祭拜杨家将。老丈，你唔免惊，我唔是廖邦的人，绝对袂坑害着你。老丈，你伫遮为杨家将，伫咧焚香祭拜，你必定是一个忠心耿耿、大宋朝的百姓。老丈，你还阁袂当相信我？我会用个坦白甲你讲，我就是杨家将杨世龙燕飞。梦中这个人，就是我的七弟。原来你就是四将军失敬，不敢当正去。老丈，你过世为怎样会来伫遮拜我的七弟？你甲伊什么交情呢？想会想对啦。也我甲七将军并无什么交情，不过七将军的死底，是我甲六将军两个甲埋葬的啦。啊！六弟无死，六弟是伫倒位？现在人伫倒位？伊即摆已经转去汴京啦。啊！老丈，拜托你一件代志，这封是一个真重要的密函，是干神叛国的罪证。拜托你摕倒转去天保府，交予家庙谢太君。敢若是奸臣反国的罪证，我拼了这条老命，我会摕去给老太君。老丈，你对杨家尽忠，稳重如山，受世龙一拜。就是将军爷，才免安尼啦。你紧走，官兵已经来啊，这一切由我应付。铁鲁嘛，太阳有地，请收回。大打无益，身为主帅，竟然擅离职守，追击一夜，入罪我国身为驸马，竟然想要夺回中原，追击你呀！来啊！在。改下兵权，收回骨令剑。是。唔准你多言。老手，你也难倒大罪。不好，这是大驸马犯罪，跟二驸马哪有关系啦？哼，根据夏将军向哀家密奏，无益驸马伊用骨灵剑骗出道观，哼，无手是知影甲清清楚楚，分明啊，伊是帮助伊的基兴夺回中原。来啊！来。上无益无手，阿出去斩首。是。大将，不好。
无毋是仙儿这首，伊是去对干世啊。哦，伊对什么干世？阮兄弟啊，两人啊，顾家场啊，我苦见伊人，惜的面容。阮看好事，迄个杨家将，家兄伊对看你的边疆。哦，失踪的杨家将，竟然会走对咱国边界来，有这款代志。不管是何。杨家将心里应该啊，请回乡。我的太里运义中，放走义犯啊，罪难容。哈？迄个人你有对着无？伊是毋是杨家将？无用。义犯的快马，行如风啊，对此五代啊，无会应踪。福建的府长突然亡命，心里只好转的决定，只好的转决定啊。他将军实在也太可恶，无挨甲的金批令子，哪会用随便放走迄个人出关呢？好啦，拢无代志，爬起来。多谢母后。母后啊，既然驸马既然是无辜的，那安尼兵法甲宝剑你，蒋平环是事关重大，驸马搁较按怎样啊讲，也是爽掉的人。你呢，性情也太温和，平环我看也是用铁剑来接掌。来呀！来，将军令宝剑交予二公主。是。多谢母后。母后，你以前毋是捌讲过，讲大驸马训练兵马真好，要叫伊训练大军，攻打大宋啊！伊嘛会用去帮助你两只来操练兵马。毋过还阁有3名失踪的杨家将，只有驸马才认得出去3个人呢。庆哦，这你毋免担心。就算讲失踪的杨家将若是无死，倒回倒转去中原，也共款倒袂出哀家的蒋中心。哀家已经派就领的秘书前往汴京，会用去逃出军情啊！海妹，你害得这阮杨家的子仔，我有冤家一定要照应皇上，出事就你这个破干，这老干心。这是什么所在？这是我回岭下渡河的上游，你是在下姓王名钦，
因为有事在要上京城，拄发现你被官兵对赶跳落去河中，所以才叫你上船来。多谢王兄，你救命之恩。六将军免礼。你哪知影我是杨家将？华林美的大兵在要掠你，声声讲要掠杨元昭，这是我亲耳听到，哪会唔知？哪里？六将军，我一路上有听到真侪有关杨家将败兵的代志。唉，华林美实在是太可恶，伊奉旨带救兵来，是安怎无要发兵来救人？杨家将兵败在五台山，9个人已经死去6个，其他还阁3个失踪。幸得六将军，你奉天庇佑，当保存着一条性命。你知影另外3个兄弟现在去处？我唔知影。六将军，你的身体真软弱。你爱家己保重，我有要事要来去京城，无法度人照顾。哎，王大哥，我也是急要倒倒京城，嘛袂晓搁再拖延落去咯。要无，咱2个人就安尼斗阵来去京城。舅，华林美已经率军回调。伫要进城咯，请接王下旨，并移林武士镇守在门外，强迫伊交出兵符啊！这舅，华林美公报私仇，使杨家惨遭破城之恨。李神虽然有义士。金牌斩将领在手，也毋过，伊掌握兵权，我就无法度通家审问啊。这皇帝，潘仁美那是西疆潘妃之妇，这个代志也是朕亲身来审问啊。客在皇上，天波府一品夫人。夏太君率8流9迈进甲，传你进去。遵旨。传旨，夏太君母令进见。皇上，臣妾求皇上慎冤。君，你有什么冤情啊？
过，你哪会知影这件代志？新妾还未过门的第七新妇温玉英，伊亲眼所看，才赶来到天保府甲新妾讲。要若那温玉英是证人，人伫什么所在？伊伫殿外，伊是一个无志的民女，毋敢显烈。来呀！来，传温玉英进见。遵旨。老太君啊，这个代志若有实在，朕一定会替你做主。平身。谢皇上。启奏皇上，温玉英见驾。温玉英，你讲潘仁美用原字写死杨七郎，这个代志是你亲目看的心，你爱照实讲出来。皇上，明女甲七郎。新年建议，速速调回潘仁美的兵符啊！一路万岁，潘仁美回朝。一路万岁，潘仁美回朝。收完，已经收完啦。老太君，你先回天保府，这件代志，朕这来亲身审问。冤枉！这是天大的冤枉！杨家将恐怕老臣，回家突破因的大罪，故意买受民意，要先陷害老臣呢。什么大罪啊？老臣带救兵到五台山的时候，杨家将父子九个人已经归降还帮了。华卿啊，杨家将一向是尽忠爱国。怎会行反呢？皇上，这千真万确的代志，老臣也明细做，去探听正清楚。不料萧太后奉杨继业为镇平王，七子一婿，每一个人拢封于王位啊！潘仁美，你敢有什么证据？当然有咯，杨延昭前日送爷。要替阮白囝闭口，嘿，真不幸！我的后事破好，死在伊的剑下，好加在军师赶到，救着老夫一条性命。杨延昭要走时候，嘛立一个录音。皇上，这是北辽萧太后所杨延昭的录音。